有了，我就知道你们很厉害。来，有同学讲。让大家可以欣赏，觉得那部电影可以让自己欣赏，觉得它有那种艺术的美感的感觉吧。很好，这位同学几乎全部答对。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非常接近我要问的问题，就是说，我们通常讲一个电影充满文学性，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不一定是小说改编。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这个小说写得很棒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小说写得很棒，它改成电影之后，它可以拍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啊。它这个电影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，不保证这个电影充满文学性。刚刚这位同学的答案就是真的答案，就是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小说改编哦，是不是小说改编，它都可以拍成是一部充满文学性的